嗱，我今日咧想同大家講講關於按摩推拿嘅。咁因為咧，我哋見到好多時咧，啲客人有時攰啊，或者唔舒服㗎，身體痛嘅時候咧，都會去做呢個推拿按摩嘅。咁冇錯，的確推拿按摩咧係可以幫助到部分情況咧去舒緩佢嗰個唔舒服嘅。咁亦都係我哋常用嘅其中一種手法嚟嘅。咁但係我都想分享一下啦，因為好多時啲人問咧，會唔會係即係越大力個效果越好咧？咁甚至乎有啲人係特別要求大力嘅添。咁我作為一個痛症理療師咧，我都想分享少少關於我哋對呢方面嘅睇法。咁的確我哋用呢個推拿按摩咧係我哋一個常用嘅手法嚟嘅，亦都係效果唔錯嘅。嗱，推拿按摩喺中國咁耐歷史咧，其實都有幾百種唔同嘅手法㗎啦。咁每一種手法都有佢獨特嘅功效嘅。咁反而如果係要做到一個好嘅效果咧，其實係應該用一啲啱嘅手法去按壓翻相應嘅穴位同埋部位，咁先至會達到一個最佳效果嘅。反而好多時刻意大力咧，未必係做到最佳效果喎。咁亦都有機會會傷到嗰個肌肉添。咁所以我覺得其實用剛柔並重呢個力度咧，先至會個效果係最好嘅。即係話某啲部位可能需要相對大力少少嘅，咁但係某啲部位咧相對應該要溫柔啲嘅力度啦。咁但係如果成個過程你想象下太大力成個過程嘅時候咧，嗰個患者即係被按摩嗰個人咧，可能個心理上會緊張啊。咁從而咧，因為咁樣令到佢嘅肌肉更加繃緊。咁當然啦，如果要更佳效果，其實要配合翻嗰個人本身平時嘅生活習慣啦、飲食嘅習慣啦、飲水啊、同埋個運動啊、休息，即係各方面呢啲都會係影響翻佢個人嗰個質素嘅。咁嚟緊我會分享多啲關於推拿按摩嘅小知識嘅，咁所以記住啦，幫手啦，點讚收藏。